大家好，歡迎收看耀榮公司系列視頻。應客戶需求，房門不隔音，關門漏光的現象。我們維修師傅幫他增加一層隔音擋條，該隔音條能有效隔絕從門縫漏出來的聲音和光線以及灰塵。因原裝房門的門鎖沒有包含隔音條，所以門鎖需要剁掉一部分木框，把門鎖前移一些。然後將空缺的位置補上木漆。完成一項後，最緊要清理垃圾。玻璃浴室門開關不順，開合的時候有異響及刮門。現場調整門葉，噴上防鏽潤滑劑，最後把擋水條回復原樣。門把手鬆動，螺絲抽緊。房間的床頭燈鬆動，將它拆下來，再將螺絲抽緊。維修完成，歡迎收看。